在咧公園草埔出現這款的注射筒，若準無設立打到是要安怎呢？台中西屯凱旋里街挖進中央公園附近，有慢跑民眾發現講人行道含這草埔內面有注射用的針頭含機會大，懷疑講是有人食毒了後亂拼的。另外，高雄林園的幸福公園，這民眾也發現講草埔內面有注射筒，目前警方衛生局也介入調查。啊，若亂彈本數部分，環保局也被罰。塗骹有誠濟注射針，有一寡是用過，針頭抑佫無冚掛，就連草埔內面也有一寡廢棄的注射針，全咧隨便放佇咧路邊，經過民眾攏誠緊張。當然是會怕，因為那些針頭如果有去碰觸到的話，那很危險。那不要去一些草叢啦，或者是說，到一些燈光比較照不到，自己也沒辦法去留意到這個地方，自己本身就要小心了。台中西屯凱旋里街20有民眾發現塗骹攏是廢棄的注射針，或者是因過機會大。因為遮挖台中的中央公園，常常有民眾來遮運動散步，大家擔心若無細緻，有可能有人會去擦到，甚至感染。警方接到通報，隨派監視人員到現場採證，現場抑閣發現敢若是食毒品的刻盤。警方講內面可能有裝毒品，經已帶回鑑識比對及送驗，並同步擴大調閱周邊監視器影像，積極追查是否涉及毒品施用或其他不法形式，全案依法偵辦中。另外，高雄有民眾佇網絡鋪文講，伊佇林園的幸福公園散步，佇草埔看到敢若是用過注射針，因為遮常常有老人佇咧休困，囡仔佇咧耍，所以民眾會擔心。警方佇咧接到報案了，會加強附近的審查甲查訪。本所已立即派員前往查處，並加強周邊巡查及查訪。後續亦將持續加強該處巡邏勤務。警方強調，接到報案了就介入調查，依法偵辦。因為環保局講，因過注射針的針頭、針筒，攏是有害樹葉廢棄物，袂會當作一般糞掃隨便彈。若無照規定清除處理，會依照違反廢清法罰6萬到1000萬。記者綜合報道。